內地日前公布2025暑假檔電影片單，將會有超過60部中外影片喺今年暑假上映。而業內人士就目前暑假檔已定檔嘅影片嚟睇，指今年嘅票房有望超越2023年暑假檔創下嘅206億元人民幣嘅成績。咁多電影上映，競爭當然十分激烈。其中由章子怡主演嘅《醬園弄玄案》以及朱一龍、倪妮主演嘅《東極島》最備受關注。有指投資額高達8000萬美元嘅《東極島》近日官宣將會喺8月8號上映。呢套戲被譽為華語史上最高難度嘅水上拍攝，當中難度超班嘅海洋視覺效果喺東極島實地取景，歷時6年籌備，用咗200日拍攝。而近日推出嘅預告片入邊，倪妮嘅造型耳目一新，皮膚深黑，着上粗布背心嘅魚女打扮，一改以往明豔優雅嘅形象。朱一龍同樣以粗獷造型上陣，拍打戲狠勁十足，頸巾暴現。為咗貼近角色，眾人除咗主動曬黑皮膚之外，仲參與高強度訓練，包括靜態閉氣達4分鐘以上，以應付多場嘅水底戲。另一部喺今年暑假檔被提高一線嘅《醬園弄玄案》，卡士十分強勁，除咗有影后章子怡之外，仲有趙麗穎、楊冪、易烊千璽、李演等。為咗演活殺夫狠妻嘅角色，子怡淨係造型就已經落咗唔少嘅苦功，減磅、漂眉以及戴牙套，將面型改變成三尖八角。導演陳可辛仲形容子怡全片都係紅着眼睛完成。近日電影公司推出唔少嘅宣傳片，子怡紅住眼，面容枯槁，被內地形容為毀容式造型，確實相當搶眼。此外，黃曉明主演嘅電影《陽光俱樂部》原定喺今個月28號上映，但面對超過60部嘅電影，再加上其中2部大片，如此來勢洶洶。日前呢套戲為免成為炮灰，宣布撤檔。而近年黃曉明主演嘅電影成績都非常麻麻，如今新片又宣布撤檔，都可以話係出師不利，喺影壇連番失手啊！